新北市政府最近在推动新的囡仔歌健康操，这歌内面融合几种语言。主要编剧的老师表示，因用要一年时间来做歌，希望让囡仔会当对生活当中学到无记。中和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对老师跳健康操，这是新北市新设的幼儿健康操，真足较听。歌词内底唔但有台语，还有客家语等等。那在老师要教这首音乐之前，他当然要先解释这3段语言歌词所代表的意思，那进而就可以听到一些相关的故事，或者是去朗朗上口一些童谣。老师表示，像台语歌词讲到布袋戏，因就会解说是啥物物件，让囡仔了解所唱的内容。规首歌的发想就用要一档，另外学校几若冬来，嘛不断地推动浸水式的补给教学。东是一家伙啊，这是我的意思啊哈。伫学校做志工的黄爸，带囡仔做伙认捌生活用词。伊表示，会透过绘本、游戏、囡仔歌等等，互因自日常生活来接触母语，希望因嘛通甲阿公阿嬷来开讲。透过一些情境用语，那老师其实我们也会利用一些节庆的时候，其实老师也会带动。学校表示，新北市是多做群的城市，什么物件拢通正做语言的学习。这个新健康操，嘛希望囡仔伫休歌的时，嘛通甲爸母哪叮当哪学母语。记者台北立台北采访报道。